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點樣製作一部藍牙遙控小車。透過 HC5 藍牙模組接收指令，控制驅動晶片，實現遙控小車前後左右行駛。首先喺麵包板上，我哋擺馬達驅動晶片，放喺 C1 至 C8、G1 至 G8，跟住就係駁線 A1 駁去 Arduino 嘅 VIN 腳位，A2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A3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A4 駁去直流馬達嘅紅色線，A5 駁去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A6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紅色線，A7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J1 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J2 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J3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J4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J5 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，J6 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。J7 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之後我哋整藍牙模組 HC5 放喺 A15至 A20，跟住喺駁線 E16駁去 Arduino 嘅 D3腳位，E17駁去 Arduino 嘅 D2腳位，E18駁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，E19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最後我哋駁電完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駁去 Arduino 嘅5V腳位，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駁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。麵包板最左邊嘅正極槽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正極槽，麵包板最左邊嘅負極槽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負極槽。呢段 code 嘅重點，首先引入函式庫，並將偏2同3設定為藍牙嘅通訊腳位，喺入面初始化串口同藍牙通訊，並將馬達腳位設定為輸出。喺主程式入面，當收到藍牙信號時，輸入 F， 左右馬達同時向前轉動，輸入 B，左右馬達向後轉動，輸入 LR， 透過調整左右馬達嘅轉速差來實現左轉或者右轉。檢查完程式碼冇問題，就可以開始測試啦。藍牙遙控小車嘅製作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